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11公司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国禁单的鱼仔饮料食品进口，卫福部强调绝对无签到业者送件是中国直接甲咱退件，无回应说明。吴怡农话要签刷松山机场，讲安尼才符合公众利益。若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讲，这牵连到国土的规划，袂当乌白做。罗西亚车执至少派15架无人机去攻击乌克兰的南部，造成敖德萨这个城市150万人无电通好用。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中国这几日若禁咱的鱼仔进口，抑阁扩大禁止咱台湾米露、金门高粱，抑阁乌香沙士等等的饮料食品进口。卫福部今仔日是出面强调，因拢真积极咧协助国内业者做申请的补件，绝对无签到，是中国一直甲咱退件，嘛无回应说明。伫进前无意见禁止咱国水产品进口了后，中国海关总署以注册消息无完整为理由，又搁暂停台湾米露、金门高粱，也甲乌香沙士这出名的商品进口。到7日暗时的统计，台湾登记销去中国的产品，互因禁止的比率达到74.5%。卫福部食药署10日亲像火线背回讲无前沿的问题，食药署有建立平台，3月度协助送件注册，回应中国审核标准真乱，退件嘛无说明原因。整个协助的部分，从专线，业者有问题就可以问，有专人，我们会有专人来协助业者，然后再来我们有专区，用3专，我们很认真的赶快把这些部分进行。表面上看起来是有提供所谓的审查不符合原因，得到这些讯息之后，也都有去问说，那不符合，总要知道说为什么？事实是，没有回应。中国去年4月新规定，要求销去中国食品生产企业必须向海关申请注册。南方为去年10月开始协助业者提交3232件资料，目前互因禁止的拢总2409件，其中1800多件厂商无要补件。这届禁止上侪是水产品，大部分销去做罐头。农业会会辅导业者转东南亚加工。台日协会会长苏家全表示，当地甲日本接触，设法要甲台湾的农渔产品销去日本。我们会寻求像日本其他由我们的国家来尽力的来行销。一定是厂商在申请当中提供报表方面没有及时提供我觉得这个是后续可以去处理的啦，没有说想象的说这么的严重。到底中国搁对台湾提出贸易禁令的时阵，两方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的理事长刘兆贤车带团去中国访问，不过背回讲会前唔知影中国会对台湾搁下禁令。苏贞昌是讲，在这个时阵搁去食饭博感情，民众拢伫看，应该团结共心对话才对。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看，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今仔日是陪国民党的台北市立委的补选参选人王凤梨做伙去扫街拜票。针对对手吴怡农讲要甲松山机场刷走改做公园的证件，蒋万安表示，这牵连到国土的规划，唔通为着选举相共乌白做。那吴怡农是强调，因应气候变迁，当需要树拿地，那甲松山机场改做公园，安尼正符合公众利益。嘉宾市场采访阿秋，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担起家母的责任，在伊头一届陪同王凤梨拜票，针对松山机场迁建议题，民进党吴怡农点名蒋万安无反对迁建，不过蒋万安反驳，认为将松山机场变作公园，无符合民众的期待。王凤梨讲，为中央交通部到国防部，无看到可行性的报告。也必须经过中央和地方完善的沟通，提出一个符合而且兼具国土、都市、地方需求的具体方案，所以必须要严肃审慎的面对，绝不是一到选举仓促的提出，让这个中央政府知道。如果真的大家要讨论的话，那么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具体的来做一些评估跟规划？好，蒋万安批评要选举才凊彩提出政策。吴怡农硬讲松山机场200多公顷的土地起公园，才符合上大的公共利益。尤其气候变迁需要城市的戏，颠倒问蒋万安敢无认同？其实直接用仓促提出4个字来批评，我觉得太空洞了，也很可惜，没有太大的建设性。我希望我们蒋市长
对于我具体的5个主张，可以提出他哪里不同意。但是蒋万安12要公布头一轮小丽高名单，甚至请国民党立委林奕华担任副市长，也引起关心。不过地政局长张志祥已经和新的市长当选人高虹安请去啊。蒋万安嘛坦白讲，好人才大家拢要请，家己的小丽高名单成员拢是一粒一的。记者综合报道。12月18就是嘉义市长的选举，选前上尾一个拜6礼拜，争取连任的国民党候选人黄敏惠，今仔日是去市野拜票。若对手李俊毅是甲民进党的前党主席窦英泰，也有前卫福部长陈时中做伙去扫街。那拜票，那甲支持者拍招呼，车10拄办完造势暗会，前来党主席朱立伦等来坐镇的嘉义市长黄敏惠，隔天11早起行入市场，甲民众握手翕相，无大海陪同，以亲民的形象来争取连任。稳健的脚步在做，一面做事，当然有一面选举，可是我们觉得市政推动还是最重要，而且我们也来这边看到我们明日努力，包括我们的食安的问题，还有整个一些设备。坚持家己的步调，黄敏惠认为政治就是上好的宣传。另外，为着终止9合1选举的失败，民进党也下达动员令，全力辅选李俊毅。礼拜开到由前党主席窦英泰、前卫部长陈时中来陪李俊毅拜票。这个礼拜应该来过2次嘛，哈。那也希望说，如果加一次，对我仍然有一些情感在的话，把这个情感转移给俊毅。我们就是用这样跟基层接触的方式，让民众听到民众的声音，也让民众了解说嘉义市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一日的手随票选前最后一拜6，国民党甲民进党各自冲刺选情，正做9合1大选了后，3场演长赛头一场，国民党甲民进党拢想要摕下嘉义市长宝座，得到好彩头。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公布，今仔日中共有派13架军机、4架军舰来侵扰台湾。为着要因应中国愈来愈大的威胁，咱海军制造军舰的第2阶段，这11架军舰要改造安装4粒向2、8粒向3的飞弹，加强火力。不过，这嘛，互制造的成本为1架54亿增加到64亿。国防部昨日发布，共军出动13架次的军机、4架中共军舰侵扰台湾，也超越海峡中线。国军战机来升空，军舰加华地飞弹系统严密来监控。典型高机动性具备科学防空火力，海军国号零舰艇、土港舰、塔港舰互相航母失手。海军继续量产后续军舰，区分2阶段。第1阶段6架采取8粒向2加4粒向3的飞弹配置，第2阶段调整正水4粒向2加8粒向3的飞弹，大幅提悬对着共军舰艇的打击能力。不过向3飞弹数量加倍，反映伫成本。第2阶段造舰费用对每1架54亿外，增加到每1架64亿。民众党立委柯信万认为，国防部应该加强管控作业，国民党已经讲要严格监督。如果你现在要增加熊3的那个数量，可是他也减了熊2，那它的那个差异其实很容易就算得出来，所以它大概多了多少钱，那个也很明确的。那可是你用原物料上涨，这个已经涨了好几次。不管是在我们的武器装备的数量增加，还是原物料的调整，都完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两岸情势紧张，美国国务院宣布亚太总统康达11月率团访问中国，不拿耶绍拜登甲习近平会议的谈话，也为国务卿布林肯明年访问中国做准备。另外，由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举办的世界论坛，头一摆列入美中台议题。华府地科学者柯格曼认为，拜登失败讲协防台湾，竟然用讲唔对来解说，要国防授权法案立法军援台湾等，也强调台湾民主是美国印太战略上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的政调会长邱成田公益来台参加今仔日的台日关系应属论坛，针对各界拢在关注台湾敢有法度加入 CPTPP， 邱成田是强调，伊绝对是支持台湾，而且伊嘛表示，中共的军事行动证明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这句话。伊嘛呼吁中国的军事行动应该要有斩责。大家好，
用中文甲大家问好，甲台湾人较亲。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秋生田光一10日出席台日关系演说论坛，对各界关心台湾是毋是会当加入 CPTPP， 伊特别强调，家己绝对支持。佮提起强军今年8月对台军演，要求中国透过军事提升紧张关系行為愛小責任。ですから CPTPP はこの野心的な高いレベルの協定内容を私は台湾の参加を支持します。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であり、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ある。中国自身がその行動によって証明したと考えております。邱生田阁讲，台海的和平稳定是未来是毋是会当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试金石。伫贸易方面，邱生田阁提起，虽然台湾对福岛5县生产的食品也有部分管制，希望会当赶紧解除。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全玉泰认为，疫情期间台湾无救恢复，提供日本喙安甲医疗物資，加深雙方信賴甲友情。台湾は台湾 can help を合言葉に、私は日本と台湾の間にはこのような見返りや利益を求めることなく、お互いを思いやって行動できる信頼と友情が築かれていると改めて感じたものであります。全玉泰特别提起议员外交发挥重要作用，代替日本政府连接甲台湾的管道。基台论坛是日台当来到疫情前正常世界的开始，也是日台值得纪念的历史之夜。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俄乌战争，罗西亚继续攻击乌克兰，车执至少派15架无人机去空袭乌克兰的南部，造成敖德萨这个城市150万人无电通好用。另外，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领奖的时阵，伊嘛批评罗西亚去攻击乌克兰，呼吁国际爱继续来抵制。看过去，世界经济拢吹高高，居民伫工厂内底清扫物件。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这个月7日，俄罗斯佫一摆出动至少15架的无人机，对乌克兰南部2个能源设施展开攻击。虽然乌军甲其中的10架拍落来，依然造成敖德萨所有基础设施停电，100万人无电通用。Дуже складна ситуація в Одеській області. Після нічного удару іранськими дронами, Одеса та інші міста і села регіону у темряві. Станом на цей час більш ніж 1,5 мільйона людей на Одещині без світла. Підключене лише俄国战争超过9个月，伫俄羅斯一直攻击乌克蘭的基礎設施了後，真濟地區民眾無水電甲暖氣通用，有民眾匯集食物甲供暖設備，替烏東前線戰士送溫暖。而7日伫挪威領獎的諾貝爾和平獎的3項得主嘛批評普廷入侵烏克蘭的決定，呼籲各國愛繼續抵制。То я дозволю собі звернутися до людей у різних країнах світу із закликом до солідарності. Ви не маєте бути українцями, щоб підтримати Україну. Достатньо бути просто людиною. 白俄羅斯人權團體領袖比亞里也自知因為好感激，所以獲加奧平丘克大領獎。伊表示俄羅斯想要佇烏克蘭建立復甦的獨裁政權，就像白俄羅斯共款。而另外一個領獎的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的主席拉沁斯基嘛批評俄羅斯佇普廷上台了後，對出面國家進行侵略，攏是為了追求家己的政治利益。公視新聞台是董炳玉。轉來看國內台南客家搶案到今也未破案。台南市警察局長彭永玲表示，這個犯案集團分工有3層，嫌犯唔係2個人。警方最近可能閣有行動。不過，這陣搶案為選前到今攏也未破案。彭永玲予人點名愛清時負責，伊是強調伊該時就會勇敢來承擔。另外，警政署初5嘛下令全台警方開始積極追查烏道幫派甲槍擊。選前台南客家爆發88宗重大刑案，到即陣也未偵破，對着外界種種質疑。台南市警察局長彭永玲頭一擺講到偵辦的進度，初步掌握犯罪集團分散的戰級，有指揮執行加幫助脫逃。進前是通緝的洪正軍加孔祥志，就是有執行的改善。我们很快的就掌握这一个枪手孔祥志，那后来确定他暂時人间蒸發之後，我們接下來我們要展開下一步的行動。
对指挥甲协助脱逃的对象，彭永玲表示，警方最近有行动，只是证据案件侦办也引发政治效应，伊被点名爱落台来负责。彭永玲强调，绝对未来笑脸这位。对着治安的无平静，警方是加强来侦查。伫高雄市有警察查到正残的4名查甫人违法经营侵害改造工厂，提供乌道帮派使用，以修理农具之理由购入改造枪械之器具并以僻静巷弄之民宅作为改造枪械处所。警方对5开始专台一平，为了扫动专案，今仔伫台中，警方已经抓到11名乌道帮派成员，查到12支乌枪。新北市是伫71天查到5件甲早期毒品有关的案件，抓到通缉犯在内定20人。而台南市的永康分局是伫1礼拜内查到60件不法的案件，警方严厉来执法，全力维护治安。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国内外籍人士车祸死亡的人数逐年拢在增加，这嘛，互外国媒体表示这是交通的地价对观光不利。有旅游业者认为，包含人行道的票线无清楚、路里无英语的标示等等，这拢互外国人看甲雾煞煞。而且，咱国民对交通规则的观念嘛爱个提升。骑机车人车顶才拄啊起步吹油，一台电动脚踏车就位边仔弄过来。这是发生伫车北新北市新庄的交通事故。电动脚踏车的车主涉嫌弄红灯，煞伫案发了后逃走。有关涉及肇事逃逸之电动自行车驾驶，警方已调阅监视器影像循线追缉中。警方持续追查，无排除是外国籍移工肇事逃走。只是车路哪好靠这个话，大好说明咱台湾的交通环境，尤其是国内道路状况真侪，对外国人来讲，定定感觉真危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近报道，直接点出台湾的交通哪亲像行路的人的地价，不利观光发展。Generally, I think it's okay if you cross at lights with the lights. I think it's okay. It's not a big problem. But sometimes it is a little crazy with the scooters and stuff like that. You have to be a little careful, I think. It's more dangerous back in my country. But I hope there will be more English signs. 看道安会统计，伫台湾的外国籍人士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为108年12人，去年增加到33人，今年到9月已经有26人。受伤件数嘛是有增加的趋势。咱国内交通原来引起讨论。人行道的交通的标线呢，因为年久，所以它时常会有不清楚的状况。是，然后也让很多外国人或者是观光客来到台湾以后，他要过这个马路，他会搞不清楚。那人行道的标志无够清楚，欠缺英文标志。对外国人无友善，甚至搁爱面临亲像机车、脚踏车伫马条线顶悬抢通行，才会交通乱象。除了强化交通护持的设计，守法观念爱提升，这原来是一大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台铁园林站初九时阵接到通报，讲有一个70岁查甫人食酒醉伫咧区间车顶头乌白花、乌白亮，经过列车长考劝无效，依照规定停止客约。等列车驶到园林站的时阵，列车车站的人员甲铁路警察做伙来甲这个起酒况的查甫人扛落车。列车靠站了后，铁路警察甲站方人员入去车厢，要求这查甫人落车。啊，毋过这查甫人拒绝配合，互人强扛落车。我落车啦！我甲你讲吼，莫讲吵吼。代志发生伫初九，台铁园林站接到这班3208次区间车的通报，车顶有70岁查甫人，好亲像啉酒醉，伫咧车顶大声吵闹佮唱歌，情绪愈来愈激动。列车长烦恼有离境的行为，通报园林站请铁路警察处理。自己如果不能接受，我可能选择换车厢就好。看到这种情形，不只是我们，当然是会害怕。民众讲，坐车上烦恼又搁发生随机攻击人的事件。好在在半点钟后，这个查甫人情绪渐渐稳定，站方人员嘛协助伊坐车上北。台铁表示，那组乘客有影响公共安全的情形，依照规定会当解除运送客约。骚扰到其他旅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拒绝运送，解除运送契约。台铁表示，若做列车长判断有安全记录，依照流程第一时间会当疏散车顶的旅客，刷来通报就近的车站加铁路警察，佮通知调度中心。铁路警察原来无定时巡逻，确保人员的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的教育处最近和市内幼儿园合作，做伙带家长甲囡仔做伙去参观北门车头、林体车库园区等等的景点，希望让囡仔会当来了解嘉义的铁路文化。转车台是让什么东西转边？火车头。哦，这样我终于搞懂了。幼儿园的囡仔伫林体车库园区内底，甲参加活动的人做绍介。在伊早时，嘉义市的5凤幼儿园举办林体文化的亲子活动，让大人甲囡仔会当入摆嘉义林业铁路文化。我囡仔伫大班嘛，所以阮今日来行几啊届，囡仔大概来拢有无共款的发现，所以好办这个物件，互囡仔才愈知影讲咱家己在地头上有啥物物件。因为我本来都不知道转车台啊、转车器是什么东西啊，经由他们从学校里面获得到的知识，就顺便教给我们。为着要发展在地文化课程，5凤幼儿园以百年林体做主题。带家长甲囡仔来到北门车站铁路车库园区嘉义制裁所，希望囡仔会当为细汉就知影地方的文化。我们希望让我们的这样的文化的概念，可以从小扎根，让孩子知道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城市。为了世界遗产登录去继续做努力跟教育，所以对于小朋友的延续嘉义在地的文化非常的重要。有家长就表示，平常时其实袂专工来到这种所在，学校透过活动，甲林体相关的课程拢夹做伙，毋但创造真好的学习机会，嘛传承家己特有的林体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为15度到18度。中部地区为15度到22度，南部地区为16度到27度，东部地区为16度到25度，外岛地区11度到19度。还佫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明仔载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看下暗新闻。再会。